事看怪客靈門，我係宋明翰。今本日嘅來賓係兩位人氣脱口秀演員，我們廢話不多說，掌聲歡迎微笑丹尼還有 Michael。小姐，我看你蠻可愛，可以跟你加個 line， 加個 line。等一下，在幹嘛？你在幹嘛？加一下 line 啊！錄完再加可不可以？廣告有包含這個吧？沒有吧？不算吧？什麼亂七八糟的？好，再做一次自我介紹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丹尼。大家好，我是Michael，你們好。這個有在 follow 脱口秀的朋友，對他們兩個應該都不陌生吧？你們很遲疑突然沉默了，很陌生。突然沉默了，應該不陌生吧？我回答嗎？我要違背自己的良心嗎？好了，其實，在脱口秀圈，你們兩個應該都是有付出了一段時間了。是。那請問你們兩個大概都有從藝經驗，開始說脱口秀幾年了？啊，我說脱口秀11年了，這麼久哦？啊，對，怎麼還會說成這樣子？哎，不要這樣吧！喂，說什麼話？可惡，好恐怖。那我還好，我大概說4、5年了這樣子。哦，了解你們的關係了啦。一個是前輩，一個是晚輩的關係。沒錯，我資歷比較高。啊，對。但是我學歷比較高。哎，我功力比較高。我智力比較高。我能耐高。我能量高。我眼界高。我眼壓高。我人氣高。我成本擊量高。我36把刀。700把帶把刀。總計成本花1角。你在說什麼碗高啊你？我發現了，他們兩個人智商都不高。哎，這倒是啊，不否認是不是？幹嘛承認啊？我們還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。沒有錯，我們兩個是有共通點的啦。有什麼樣的共通點嘞？我們都不紅啊，這有什麼好驕傲的？都不紅啊。啊，還有別的共通點。還有什麼呢？我們還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啊，我們都不會說哈嘎發，但是都想要來客家界賺錢啊。不是啊，我們想要趁這個機會拓展客家市場。對，可是我跟你說，拓展客家市場沒有這麼簡單哦。真的嗎？因為現在來客家界競爭的藝人也蠻多的。是。所以我是覺得，既然你們想要跟客家的群眾有一點接觸的話，這樣子好了，今天我來教你們說幾句客家話，好不好？哦，說一些客家話嗎？我們今天就是來跟你學的。啊，對。比方說哈，我知道脫口秀演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了解時事，要了解年輕人喜歡說什麼或者喜歡看什麼。所以有一些流行用語，你們一定要特別的注意，對不對？哦，所以要教我們嗎？我教你們怎麼用客家話去詮釋這一些流行用語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覺得光是用教的還蠻無聊的。哦，這樣子好了，等一下呢，我會先把這個客家話講出來，然後你們兩個要猜猜看，這些客家話可以對應到哪一些流行用語，好不好？好，沒問題。我覺得我們兩個一定都猜得出來，以我們的智商程度，可以啦。不太看好哎。我跟你講，真的沒那麼簡單。好，真的嗎？來，我們來看看第一題是什麼呢？好，這第一題的客家話叫做沙沙照，沙沙照。哎，猜猜看什麼意思？哦，這個看起來蠻像是那種《哈利波特》裡面的魔法咒語嘛？什麼？對吧？去沙沙照，然後一個底下叫傻傻的觀眾就會被噴掉。等一下，傻傻對吧？傻傻的觀眾傻傻在哪？快走！傻傻是得罪你們兩個了，是不是？沒有，跟哈利波特沒有關係。沙沙照對應到的流行用語其實是快逃啊！光是這幾個字出來，可能電視機前面有一些長輩就不懂快逃啊到底是什麼意思。哦，沒關係，我來解釋。Michael，你來說一下。好。這個快逃啊，顧名思義呢，就是一塊陶瓷什麼啊？爛套了，爛解釋啊，是吧？太牽強了吧？對啊，不對啦，你說一下。哦，快逃啊，其實啊，這個呢意思就是快點逃走的意思。但是 PTT 網絡上的這種鄉民啊，有時候打錯字了啊，把這個快點逃走的快啊打成了1塊2塊的快。逃走的逃打成了陶瓷的陶，但也因為這樣的誤會而產生了這樣的流行用語。哎呦，掌聲鼓勵一下，正解。好，沙沙照在客家用語裡面真的就是快跑、快逃的意思。OK， 好，馬上進入下一題。你們兩個是主持人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想說我們就是把握時間啦，太急了吧？好，那我們真的來看下一題。下一題叫做快太累。哎，猜猜看什麼意思呢？我覺得看到這個題，就會覺得它可能是跟馬有關係的。講到一個題跟一個馬，就會想到那個有個歇後語。我知道，就是又要馬兒跑，又要馬兒不吃草，這個意思啊。
就像明翰没给我们什么通告费，邀我们很好笑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等一下，讲的好像给你们钱多一点，你们就会变好笑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啊？会吧？会吧？是吗？会吧？看不出来吧？会吧？可恶！不是啦，再说了，我通告费也没有少给你们吧？有吧？都有我的1/6吧？明明就很少，太少吧？少啊，有够少的啊！再说了，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算什么流行用语？经典永不退流行吧？我还是来解释一下啊，这一句话它对应到的流行用语其实是 barbecue 了。barbecue 跟这个坏台有什么关系？它跟坏体有什么意思？这其实是来自一个客家的歇后语，叫做“火巴救马诶坏台”。河坝跑马坏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马在河边跑，那个石子跟蹄子互相摩擦，磨久了，这个马蹄啊就容易坏掉。后来引申为情况不妙，事情很糟糕的意思啦。原来如此。你们还记得当初这个 barbecue 了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吗？它好像是一首迷音的神曲，对不对？对。就那首歌里面就一直在讲 barbecue 了。你这样讲，大家没办法想象。你要不要唱2句给大家听听看？好，大家来点掌声。来一下，耶！晚了，你要去晚长是不是？晚了，什么？你晚长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知不知道？为我好。你要知道，之前有人在节目上面唱有版权的歌啊，被罚几千万呢。我刚刚那个晚长的样子啊，帮你省了几千万呢。我告诉你哦，你唱出来罚的也不是我的钱，来唱。对，不然这样好，我们念歌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用念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歌词其实也不难啦，带大家回味一下。对，这个老师来音乐，其实歌词就是完了，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真的完蛋了啊！掌声鼓励一下。真的特别好，超级奇怪的啊！不用买机票就让人有去泰国看人妖秀的感觉。谁人妖啊？你全家才人妖，不是？你这样念也太难听了吧？不是，这首歌本来用唱的也没有多好听啦。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进下一题啊？对，进下一题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下一题字稍微多一点，叫做骗子子哎，骗子子哎。我发现一件事情。你们学客家话就算了，为什么连这个都要学起来？这样才会学到精髓啊！我的精髓在手上，是不是？动作搭配语言。我后面2题看你们怎么学哈。先回来这个骗子子哎，你们看看这个字，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？它这边有一个仔字嘛，仔字。所以通常香港不是有那种用语吗？什么华仔啊、港仔啊、古惑仔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骗子仔仔啊，香港人呐，香港人呐，我觉得有可能是香港人，但我倾向于你看这4个字，应该是日本人啊，日本人，4个字，应该是骗子自在的，太牵强了吧？太牵强了啊！我知道了，香港人跟这个日本人的混血儿啦，因为4个字日本人嘛，然后后面是香港人啊，对，所以他应该就是骗子自在呀。你们2个老机器有什么问题啦？我在香港住过4年，从来没有人听过叫做骗子自在的啦。不是哦，我们尽力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骗子之类里面的骗哦，对应到的就是客家话里面生气的意思。所以骗子之类就是很愤怒、很生气的意思，对应到的流行用语其实是生气啦。可惜啊，差一点就差太多了吧？你都猜到香港去了，没有，差太多了吧？可恶，骗子之类，现学现卖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生气也学得很快吧？也还好，这样可恶。我们来看看下一题是什么呢？好，下一题仔细学哈，动作也要学哈。动作也要学。下一题叫做。细些贵耶！细些贵耶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智商不行，肢体还行啊。你们身上有跳蚤是不是？好啦，细些贵耶什么意思？猜猜看。我觉得照字面翻译嘛，死细鬼，就是形容一个男的不粗。
对，很羞辱人的用法，不要乱用啊。它的意思哦，其实是对应到我们的流行用语里面的8+9小屁孩的意思啦。小屁孩啊，就是 Michael 嘛，指你啦，Michael，就是丹尼啦，你啦，你们2个都是，不用再抢，不用再抢了，好，够屁了，不用再展示给大家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。哦，这一题动作也要学起来哈。哦，好。最后一题叫做采购，来。采购，啊，为什么你没有？采购，我放弃了，太混了吧，太难了，太难了啊！好了，我来公布一下，采购对应到的流行用语其实是可播、可悲的意思，很可怜。可怜。是你记不记得“可播”这个词，它当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？哦，有听过啊，就是其实呢，这个就是可悲嘛，跟刚刚说的快逃啊一样，是这异曲同工之妙，一样啊，是这个网友在 PTT 上面打错字所产生的流行用语。可是为什么我在网络上发文也会发错字啊？为什么就是没有红啊？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人气太低，没有人知道的关系呢？没办法反驳啊！我没办法反驳哎，他们都每个都完全没反应，太难过了吧？好，现在这是我们今天教给你的5个流行用语哦。但接下来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啊，等一下我想举办一个比赛，就是你们分别要讲一段脱口秀，看谁可以在这段脱口秀里面说到最多次的客家话，谁就是赢家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大家你有信心吗？你要中风了是不是？好难哦，要记住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复习一下。你还记得刚才学了什么？哦，刚刚有学那个看子之类哦，生气气的意思。来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有一个。OK， 再来，再想一个。再想一个。看子之类，没有别的。好难哦。只记得这一句是不是？看子之类，够了，够了，是不是？够了。来 ，Michael，你记得什么？我大概记得快逃啊是撒撒椒，哎对，barbecue 了是快台嘞，哎对，小屁孩是细些贵耶，没错，采购是可播，当然我也记得骗子之类是生七七，哎呦厉害。是不是有泄题给他？没有啊，你要不要到现在直接退通告就算了？还来得及啊！看起来没有什么赢面的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啊，比赛还是要比，我们才知道输赢嘛。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 Michael 的脱口秀。各位怪客厅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好，我是麦克赖威胜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讲的主题叫流行，也就是大家会一直关注的事物。在我身上更是跟随着我一辈子的事情，那就是股票。怎么说呢？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，在我还是个细声贵野的时候，哎呦，掌声鼓励，会用哦，会用。对。那时候我妈就对我耳提面命地说：“儿子啊。”你要对，你妈是法拉利姐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妈是宝石姐姐，比较可爱一点。姐姐，宝石姐姐，宝石姐姐。我妈妈是马自大妈。我妈就对我说嘛：“儿子，爸爸的话要听，知不知道？哦，要当个听话的乖小孩哦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呦，爸爸打来，嘿喂，哈，你说威胜现在跌成这个样子哦？”他不是股王吗？那你怎么还叫我乱买？气死啊！骗子之类。哎呦，还好我妈是客家人啊，她会讲，用到。儿子，以后爸爸的话不要乱听，知不知道？我当下就直接搞懵了，因为我不知道爸爸的话到底要不要听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的，就是相信在座有些观众是知道的，威盛它是一只股票的名字。在我小的时候呢，我妈就抱着这个发财梦，因为威盛是股王嘛，所以她就把我命名叫赖威盛。所以假如我是今年出生的话，我的名字就会叫赖星宇，你们知道吗？直接翱翔天际。不过呢，威盛这只股票，从我一出生就一路跌到现在啊，真的是采购啊，真的是。所以我总觉得我一出生就被否定了一样。尤其每次我妈提到我的名字，就会想起她被割韭菜的回忆。威生，下来吃晚餐了。哎呦，
真的下来就上不去了啦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下去呢？因为我知道，我假如下去的话，我妈一定会把所有的怒气都宣泄在我身上。哎，你看看你啊，你比这盘菜还绿啦！傻傻只有我。哎呦！但要是我那一天不下去，我沿着大楼的楼梯往上跑，我妈会不会秉持着这只股票还会上涨的心态，然后把晚餐端上来给我呢？好像不会，她只会把我卖掉，然后套现。不过，正当我在纠结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妈的脚步声，叩，她好像要把晚餐端上来给我嘞。我觉得这个脚步声美妙的就好像黄金交叉线一样，威盛真的要上涨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就听到我妈敲我的房门声音，棒棒棒！叫你出来，你是听不到是不是？股票不听话就算了，你也不听话。哇，发财嘞！哇，很会用哎，很强哎，对啊，做功课哎，是死亡交叉线呐！我妈当天直接叫我趴着吃晚餐，趴着就算了，我妈还当着我的面对我2个姐姐进行机会教育。你们2个，你们看哦，威盛现在这样子趴到不能再低叫跌停呐！什么那个安子 C， 我是麦口赖威盛，谢谢。哇，谢谢 Michael， 他这样是不是都用到了？很了不起耶，全部都用到嘞。对啊，那丹尼，你现在有自信吗？我觉得我现在的赢面就是介于输跟阐述之间。不用比了吧，跟政治人物一样啊。没关系。这个为了帮你鼓励啊，我刚特别想了一个加油的一个应援口号。真的假的？来，大家一起帮丹尼加油好不好？来，跟我一起好，来。丹尼，一滩烂泥。不要，谁准你了？喂，你还真的喊了你？谁准你喊的？不要！同意耶，欧耶老师，我记住你了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看看丹尼要怎么样回击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好的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微笑丹尼，很高兴看到大家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身边有没有失恋的朋友？好，来问一下好了，来，这位朋友啊，身边有失恋的朋友吗？好像没有，那会不会就是你本人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失恋这种事情啊，哇，身边的朋友都有可能会发生。我要跟大家说，如果你身边有失恋的朋友，一定要去好好的关心一下，最好是面对面碰面，因为他们的样子真的很好笑啊！不是，我说要去关心他，要去了解他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朋友阿强的故事。阿强呢失恋的时候，哇，真的非常难过，跑来跟我哭诉。丹尼，我失恋了。他说他不喜欢我，他说我很丑，然后你就要关心他嘛。怎么不能笑？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情啦？我不知道，他就说要跟我分手，他说我很丑。丹尼，我真的长得很丑吗？对，真的啊！不可以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我们要想办法关心他。怎么会呢？你一定可以碰到更好的人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通常那种失恋的朋友，失恋绝对不会是1次2次。阿强第2次失恋更惨，把我们所有的朋友摆下一桌，在那边哭诉，说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。然后我们这些朋友啊，就想办法安慰他，还有人给他一些建议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身边有那种就是很会喜欢给建议，希望呢能够叫他要改什么啊，要做什么的朋友，应该都会有这些朋友吧？通常啊，这种朋友都怎么样？超烂的，真的超烂的。对，太爱给建议了，都给一些烂建议。那天的情况是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建议专家，他就跟阿强说：“阿强啊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”他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生，她交男朋友了啦。是这样子的啊。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想办法狠狠的伤害她。真的吗？那可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说你喜欢的女生交了一个男朋友嘛，那你就把她男朋友
我知道，把她男朋友怎么样？没了。什么意思？把她男朋友就是把她男朋友。后来怎么样？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哦。所以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有点忘记了这个表演的目的？继续讲，很有趣。继续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了，这是个陷阱啊！怎么了？不是要讲客家话，你都没有提示我要讲客家话。有这件事情啊！不可以这样子吧？太坏了吧！继续啊！观众也没有提醒我哎。哇，我差点在客家电视台用中文讲完全部。真的是一滩烂泥耶！烂泥！不要再吵了，可恶！我还有时间吗？我还有时间。有。我力挽狂澜，我下次用客家话把握一下。好。那个我自己啊，也在这个感情的这个路上跌过跤。我最惨的一次经验就是啊，我去应征儿童剧，当上了主角。但是好巧不巧，我的前女友也应征上了那个儿童剧。哎，我想说这个选角到底是怎么选的？我当下就非常的看子之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！一个。我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看子之哎，2个。我觉得他也看子之哎，哇，3个。然后呢，我每次排练的时候，我心情就很看子之哎，哇，4个。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在那个儿童剧里面饰演的是呢那种调皮捣蛋、到处丢垃圾的小屁孩，我就会说哈，那我要在这个教室里啊破坏这个教室，我要乱丢垃圾。我前女友饰演的是什么？纠正我的纠察队，他就出来说：“住手，丹尼，你做的这一些都是错的。”我当下突然情绪爆裂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会进入我以前跟他相处的那个状态，什么都错啊，我都错，你最对，你都对，你最对，看子之哎，看子之哎。哇！我大概讲了10几遍了，他把我们当他前女友哎，好愤怒哦！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了这个奇怪的状况，但刚刚算一算，好像这个次数就胜过 Michael 了哦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微笑丹尼，谢谢。真的了不起，一句客家话打天下，哪有这样的？刚刚规则有说啊，是比谁用的客家语的这个次数多，对，又没有说用的词汇总量多，完全抓到这个游戏的诀窍了。对，你都对，你什么都对，看子之哎。好了，那我要在这边宣布，这个比赛的赢家是微笑丹尼。我们请助理颁大奖，请。你看，真的不用啊，大奖还要扣税，真的不用。这是你应得的啦，这个奖项就是乖学灵媒同哥再来一拜，掌声鼓励。来吧，我可以说不要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我才不要这个烂奖嘞！看子之哎，走了，不录了。那不然给你好不好？来，对着镜头笑一下。来，佳琪。莎救我！这2个戏 C 顾也都不来，那我们之后节目的来宾要找谁啊？来，你呀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来的话，我们节目就踩锅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再次欢迎微笑丹尼，还有 Michael， 还有王伟，还有我宋明翰。乖学灵们，下禮拜見，拜拜。